竹溪整治工程对民众来讲最有感的就是说，让整个一个水环境变好。那水环境怎么变好呢？第一个就是水质嘛。那水质经过我们在一期工程的一个水质净化厂整治完以后，水质变得非常好，那是这个最有目共睹的。另外一个就是水环境，它一个提案，竹溪有几个更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哈赫拿尔公园森林公园。那这个在整治过程中，我们也是跟 NGO 来互相探讨，那就是以减法的一个概念来做。什么叫减法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做太多的硬体设施，我们这个河岸呢，我们只用在基脚部分用砌石来把它做起来。另外步道的部分呢，我们用手做步道，让整个环境会更友善。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减少这个混凝土的用量。其实这个是减碳工程，也是一个简化工程，我们做得非常彻底。台南市政府从2013年开始就在规划竹溪水岸园区的整治，到目前为止，竹溪水岸园区已经有一定的改善程度，而且让市民都可以感受到，原来是一个味道很不好的竹溪，现在市民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都愿意到那边去，直接走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园区。所以第一个就是竹溪水岸园区，第二个那就是哈赫拿尔森林，它原来是一个森林都没有整理，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流浪狗。现在市政府克服各种困难，把它整理成了一部分是自然生态荒野的森林，另外一部分主要是哈尔拿尔公园。早期的文献资料，也就是热兰遮城日记里面，在1643年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桥段的记录就是有3座森林：哈赫拿尔森林、威廉森林，还有哈根纳森林。而哈赫拿尔森林呢，它比较大，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林的这个空间位置。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第一个感谢我们赖清德总统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启了竹溪整治的第一步。那总共可以第一期工程可以处理每日处理2万吨的这个废水。第2期的工程即将招标出去，能预计在116年完工，能够处理掉所有竹溪的生活废水。那竹溪就更干净。那现在哈尔拿公园它的一个原先它是这个原始风貌嘛，那在我们担任市长之前，那时候只有竹溪开始整治，所以很多东西市政建设，包括这些休闲设施，都一棒接一棒的处理。哈尔拿公园自然不例外。因此呢，如果大众的意见或者包括议员的意见还有这个腹地的要再怎么样整并，我们会再做一并的考量。特点在于，第一个没有砍掉任何一棵树，第二点，它把所有的水泥材料都作为级配，没有制造水泥垃圾。第3点，树木跟水泥都作为一个生态环保的指标。然后呢，它把这个生活废水再经过初步的处理，也可以初步达到水质干净，那成为市民休闲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之一。了是今届欢收看4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守护儿童，并唤起社会对儿童权利的重视，台南市教育局每一档将4月30号定做国际无拍囡仔日来推动相关活动。其中委托上午嘛甲书生共同宣誓儿童权利的公约，同时嘛以凯凯案为例，呼吁社会共同打造儿童优先城市。保护童真是要件，守护未来无极限。谢谢。4月30是国际不打小孩日，每到这个时间，台南市拢会推动保护儿童相关的活动。市长委托特别出席伫台港国小记者会，向大众宣导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宣导我们国际不打小孩日，也就是说落实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那事实上，小孩子打骂常常这个只是家长有时候一时的情绪发泄，但是对小孩子就会造成终身的负面影响。因此呢，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开导沟通的方式，不是用打骂的方式。
因此呢，我们特别对于儿童权利公约，除了不打骂之外，我们也不能够让孩子感到恐惧，让孩子感到无助。黄伟泰也以凯案再度提醒大众对着儿童保护，袂当有小可放松，因为暴力对着囡仔伤害是真严重。毋茫司法会当勿枉勿纵，也期待凯是最后一个受到伤害囡仔。最近这2天坦白讲，让人家很心碎的一个，就是凯案的开庭。那连这个看惯了许多生离死别，看惯许多的伤害场面的台大的医师，在出庭作证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觉得就是凯在这个过世前3个月，都是在生活在极度的恐惧、极度的伤害中间度过的。因此呢，我们特别要呼吁所有的爸爸妈妈以及孩子亲近的人，以及所有的老师，对孩子还是要付出爱心。你看凯案，想想其他的小孩。所以说，我们希望，凯是最后一个受虐最后一个受到伤害的这个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永远能够生活在快乐的健康的环境中成长。黄伟泰也甲现场师生共同宣誓儿童权利公约，活动最后也由台港各校学生再来合唱《听我说谢谢你》，温馨氛围感动全场。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协选行政院文化奖的盛大建筑系名誉教授傅朝清，将于40多天内对文化遗产保存的实际案例甲思考出版一本新册，册中用20节课的形式来了解世界文化遗产，嘛希望让台湾文化遗产的保存更健康永续。长期关注台湾近现代建筑史及文化资产保存维护工作，傅朝清老师的雄心著作《建筑与场域文化遗产保存维护的20堂基本课》，29日伫小转角举办新册发表，吸引真侪文史工作者甲艺文爱好者到场聆听。台南市文化局主秘林超斌嘛到场祝贺，并讲到傅朝清教授这本新册，就参照是文化资产保存维护的武林秘籍同款。像傅老师这样子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整理，把这些相关在面对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维护、管理、使用的过程中所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把它一个所谓系统一个专责的把它整理出来，才会汇聚成一本书来提供给大家来做使用。那我想傅老师这一次的发表这本书，其实相当的对我们，不管是我们的一个对文化资产有兴趣的人，有在文化资产的领域里头，在从事这个文化资产的一个保存维护工作这个上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比如说我们念书的时候，一种所谓学长留给我们的一种那本叫做特别厉害那一本叫做秘籍宝典、葵花宝典等等这样。该册汇集了布老师40堂对着文化遗产保存的实践甲思考，内容以20堂课形式，向民众介绍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国外文化遗产各种面向课题。遗产是我们来自过去，留给后人，是今天共同生活，同时是传之后代。文化遗产是传给后代，那传给后代，当然要想后代要什么，而不是你要什么。所以这20年来，我参加非常多的这个文化资产的国际会议，没有人在谈共同记忆，因为大概在10几年前，在香港有一次会议，请大家宣告，用共同记忆来谈文知识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每个世代的记忆不一样，你的记忆跟我的记忆不一样，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记忆要变成大家的记忆？其实不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要创造一个共同的记忆，而不是你要用你的记忆变成大家的。那创造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我要保存一个东西，再利用，让大家喜欢它，然后大家就会对它有记忆。你不是用一个大家不愿意来的状况，然后它也是我们生活跟灵感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筑与场域文化遗产保护维护的20堂基本课，伫北中南各举办一场新册发表，透过作者亲身分享，比较世界甲台湾伫同一个课题上的现况，互有志伫咧文化资产保存的民众，对于文化资产保存维护观念，会当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
今年虎城建成300栋，担市文资处甲民间合作推出虎城成员节系列活动，不止推出新编的戏剧、写红叶的实景，也有虎城各大社门系列艺术作品，表民众以多元的角度认识台南重要的文化资产。无舞台大南门为背景，林华恒天字团新编落地扫，以虎城社门兴建甲新丰信仰为主轴，唔那传达道德精神，马卡苗展现新丰守护角色，演出精彩的历史故事。头一届伫社门遮演出，加这城隍的故事，查着故事的源头。把主要的人物大家都拉进来。台南社会发展对社门开始，对清朝1725年开始推算，到达满300栋。为着纪念这段重要的历史，民间团体台南市文资处合作发起虎城城欢节活动，结合历史、宗教甲当代艺术文化，要彰显虎城的精神甲样貌。虎城成员节呢，是民间倡议、公私协力之后的一个结果。那首先的活动，我们会在5月3号由府城隍庙这个府城巡城记来揭开序幕。各地区的城隍庙。包括咱市内城隍庙，拢总有12间城隍庙爱来经由这个按东门起行东门社起行，爱经由4个城池对5月3号虎城丰春社节开始到5月11号，伫虎城各大社门区域将以多元的形式，希望让更较侪人认捌亲近虎城社门、社环及周边的文化资产。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局以生活就是艺术为理念，5月3号首次举办2005年渔光岛生活节，结合音乐的展演、生活美学以及市集体验等多元的活动，来规划放空生活日。其中有一天，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开喙就是经典，现场直接变成 KTV， 歌手吴文芳摘来一首一首的歌曲，还佫有改编版本。来到这边就非常非常喜欢渔光岛，所以后来我其实有机会都会一直再回来这边冲浪，然后很开心这一次改成是生活节，我觉得把生活跟艺术跟音乐融合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今年文化局把渔光岛艺术节转型做生活节系列活动，除了市集之外，5月初3到初4，还有音乐节，邀请歌手乐团热烈演出，有美秀集团、吴文芳等人多达11组。渔光岛是一个台南仅存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而且基本上我们维持低度开发，那能够让许许多多喜欢山、喜欢海、喜欢森林的好朋友能够一起来到渔光岛。来到渔光岛，就想要放松。5月10号到11号，拄好是母亲节，文化局也搁规划一场放空生活日，伫树林当中甲自古对话，还搁有古水的人气 IP 航仔鸟，互岛屿文化有新的风貌。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面对美国各关税，台南重要渔产台湾钓惊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市府文化局将加强在地优质的渔产行销，对啊鼓励业者拓展美国以外通路。另外嘛，积极扩大国内行销，欢迎民众踊跃来食在地上青的台湾钓。
台南饲台湾雕的面积超过800公顷，应该讲是全国台湾雕养殖上大的产区，一年产量大约是26000吨。过去大部分拢是做外销，现在面对美国的高关税，市府农业局为避免台湾雕的产业受到冲击，现在嘛将扩大国内的通路。举办大型的使用团体行销，加入品尝。台湾雕这次会比较说被瞩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出美国的那个台湾雕的部分占了美国部分的22%，可是占了我们台湾雕业者的大概那个90%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个好不容易这几年开拓了市场，那因为一个关税的问题，其实我们怕说我们的业者的辛苦那个受到一些挑战。那当然。或许就是说，你会想啊，中国大陆的课税可能比我们更高，所以呢，我们可能比较有竞争优势。可是，我还是觉得说，国内对于台湾雕的业者还是有一些支持的做法。当然，我们希望说，跟业者一样，不要去被人家洗产地，因为中国大陆的税比较高一点嘛。那我们希望我们本土生产的业者有良好的竞争力。所以呢，我们在外销的部分呢，希望说透过各个食品展的部分，邀请业者去做参展。第二个比较紧急需求是国内的部分，国内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扩大食用的一个方向。那扩大食用方向呢，大概不管说以后未来透过百货公司的通路，或是透过我们一些那个食材多元的推广，再加上甚至我们可以透过那几个比较大型在食用的一个团体，比如说台南市政府所属学校的一些营养午餐，所以我们也办了3场营养午餐的一个品尝会，会分割在西北、西南跟市区。那也还有一个每天有10万人上班的南科管理局那边，我们也跟南科管理局谈好了，说，是不是我们也做个品尝会，让团餐业者来鼓励用台湾雕的饰品。除了举办大型的行销品尝以外，另外农业局嘛推出台湾雕的料理菜单，邀请到南营养殖协会、渔产运销公司等业者找来各自生产的台湾雕的产品展示。不管是规模的台湾雕、切片，或者是蒲烧的台湾雕等相关的产品，拢会伫个农业局的官网来公布，欢迎民众做回来品尝在地优质的台湾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母亲节，为了让社区妈妈买当体验手作、精油做的趣味，台南市池里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特别来到文化里办活动，相当的热烈。活动协会嘛设计爱心形状的康乃馨芳泽要来欣赏，加上行动科技美容的体验，让大家提前庆祝温馨的母亲节。迎接母亲节，来自文化里560位乡亲26号组织伫活动中心，家己动手体验难得的手工精油做制作，感受过程当中迄款芳疗放松疏解压力。主办单位池里时尚美学管理协会表示，因对枫叶开始所发展的精油座愈来愈多元，到达已经成为社区魅力的一环。这次伫议员林美燕引荐来到文化里，甲大家结缘，除了推广保湿袂过敏的精油座，互大家家己做，也准备爱心形状的康乃馨芳泽要来欣赏，相当特别。甚至会场嘛有体验行动科技美容，现场直接做面水当当，互大家提前度过温馨的母亲节。我第一届来做，感觉足欢喜，阁足趣味，安尼做着吼，心情就好。其实社区的活动都比较硬邦邦。它有这种比较软的实力，比较美化的东西，带进我们社区。其实这个对社区来说是更正向的，然后社区更温暖。我们做了我们的爱心跟我们的康乃馨的精油皂，让我们的里民他们能够在第一次做这种手工皂的那种舒压的感觉。我们今天因为逢了母亲节，我们让他做的水当当以外呢，让他觉得说我们在做这种科技美容，来社区里面最让他们觉得有兴趣的当中。从兴趣当中再去做一些我们的一些手作的活动。为了感受手工精油做的吸引力甲社区的热情，议员林美燕服务处嘛家己协办行列，互亲子伫假日透过手做精油做来享受。囡仔嘛知影送互妈妈成为母亲节礼物，表达好心。在做什么？他做香皂。做出来要送给谁？妈妈。为什么？
因为母亲节可以教小朋友就是使用工具，然后注意安全，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精油，然后让他们洗澡比较舒服、比较放松，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社区的妈妈啦，还有爸爸啦，一些老人家，他们动手也是非常棒啦。那手工皂我是觉得应该值得去推广的。5月11號就是母親節社區活動，嘛提前為你來媽媽準備這麼有質感甲意義的母親節禮物。母親節快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根據國民健康署統計，2020年全台灣有58000人次接受人工生殖的治療，出世以後的子宮嬰兒就超過11000人。而且超過7成的子宮嬰兒醫療停的患者年齡是35歲以上。面對高齡未生，醫生建議應該把35歲進前的黃金期來凍卵。生態病院婦產科醫師陳達生表示，一般女性的卵巢功能喺35歲以後會來明顯下降，增加自然有新的難度，相對的嘛推升人工生殖治療的需求。以過去21年來，台灣人工生殖的治療人次增加了8倍，同時嘛反映台灣晚婚、晚生甲低生育率的現象。因此，面對高齡未生的增加，醫師建議應該把35歲進前的黃金期來做凍卵。一般所知道的是，35歲是一個我們專業學會的切點。太早的話，過於商業化跟推廣；太晚的話，往往要花出更多的金錢跟時間來凍卵，或者是做試管嬰兒。所以，我們今天提出說，35歲以後要要加快腳步，不管是嘗試自然懷孕，還是去做試管嬰兒。35歲之前可以考慮，這是效益最高的時候去凍卵。那或者是先做 AMH 的卵巢早衰的一個篩檢。那這些跟專業醫師諮詢過後，抽個血，知道自己是不是提早衰竭的人。如果是，及早凍卵，可以減少後面無謂的花費啦、時間啦、等待的痛苦跟金錢，可以為各位做最好的打算。另外，針對真濟民眾對着試管嬰兒是毋是有健康的疑慮，醫師嘛引用一項國內外研究，伫咧排除父母本身的高齡、未生，甲着多胞胎的因素，試管嬰兒的健康。其實，甲着自然有生的囡仔並無明顯的差別。加上政府目前對着試管嬰兒的補助，其實嘛唔用嘅講是浪費。面對試管嬰兒的長大，政府的補助應該是算一種投資，未來至少帶來25倍以上的回收。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以影響未來為出發點，南台科技大學甲台南在地宏遠興業合作，設計一款斗篷造型的護衣，除了100%由回收的寶特瓶所製作，材質更當適應 AI 所模擬的極端氣候。該創新的設計嘛，摕下今年2項國際設計大獎，相當難能可貴。這件斗篷造型的雨衣，除了設計時尚風格十分亮眼，更特別的是採用100%回收寶特瓶所製作，結合先進透濕膜技術和高機能3層防水布料，無論穿戴、披掛或遮蓋都可以。雖然像羽毛一般輕盈，但韌性卻足以適應未來極端氣候。而催生該產品的正是宏遠興業和南台科技大學的產學合作案。很多人都是走快時尚，很快衣服就不穿了，所以我們在斗篷設計上面，其實我們一直覺得說它是很輕便的，沒有分男女生，然後大家拿了就隨處可以走。因為現在已經是極端氣候，像台灣也是有時候很熱，然後有時候很冷。那如果一件斗篷就是披着，那它可以防風，可以防水，然後透氣的那個部分又做得很好，它可能會讓更多的消費者會願意接受。有這樣3層的結構，100%全部純回收的 PET， 那這樣的材質對於永續這件事情才是真的，我們是做真的，希望對這個社會、這個地球有這樣的貢獻。產品的創新和環保永續的精神也揚名國際，榮獲2025 IF 和 C Idea 2大國際設計獎的殊榮。
对此，南台科技大学校长也亲自出席，见证这份荣耀。除了期待日后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脚步，对设计过程中善用 AI 生成，让独特材质可以应对未来的天候挑战，更是一大亮点。而该成果也将于6月25号进一步在人工智慧学校论坛崭露头角。合作这个成果非常棒之外，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议题，因为牵扯到永续嘛，那从保特瓶的这个材料去重新reborn，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好。那又结合了 AI，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应该说大家关注的议题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成品未来的推广，大家应该可以再多加强力道。这个作品在解说上面会让消费者或者是评审更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其实有把 AI 介入，在这个未来科技的场域或者是宇宙的那个状态，我们觉得全球一直暖化跟极端气候，所以我们用 AI 跟动画去呈现部分的场景。借由产学合作，除了打造国际视野的设计包装，也再次向世界展现台湾纺织产业的创新实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收看4月30日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吉，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
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